高雄3名的区公所是发公文要求员工要交出面册的小号，替公所的业务来到宣传。那员工是因为讲这已经侵害到个人的隐私，也已经甲市议员来投诉。那市政府是表示讲，这是区长伊个人的行为有影是无该妥当，所以即马已经甲区长来甲调职。3名区公所的公文顶管清楚写着，爱所归员工伫20进前交出面册效果，到推塞公所的业务宣传。若是无效果的人，爱说明原因，公所卖提起申请新效果，而且所有的效果拢会做册管理。有员工无法度接受这款做法，认为这已经侵害到个人的隐私权，只可向市议员投诉。这组账号要拿来做什么呢？帮所有市政府的文章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且还可能会列入考绩当中。如果没有留言的话呢，主管可能会适时的去提醒你，并且会不定期的去稽查。不正常啊，一定不正常啊！我们是民主国家，一定很尊重个人隐私权嘛。那你要求我交私人的东西，那一定是不对的。如果是你自己遇到的话，你会？我一定不会理他。你要开除我就开除我。代志逼出来，市府也紧急发声明表示，并不下令要求安尼做。市区的区长以个人行为已经牵涉到员工的隐私权，真无妥当。民政局除了甲区长调走，担任非主管职以外，也追究相关的行政责任。这个是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，这个非常不应该。好，那我们也调查民政局的调查，民政局没有下令，也仅有一个行政区。较员工为虚伪不实或引人错误的表示，若真有胁迫之情形，也可能构成刑法304条之强制罪。受到处分，市区的区长已经互调离职务，区长办公室顶悬的台办公文也搁放柜塔。市府强调，3名区一件是孤一件，其他行政区无这款情形，一切行政行为拢爱依法行政，严守行政中立。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雄场报道。